为了支持台湾在地所在种出来有机蔬果，饭店除了每一天限量对产地直送，要消费者食到新鲜、健康、无毒的农产品以外，另外伫总铺师用心经营，也将伊专长的法式意大利料理，南小咱在地番美年甲芋泥并创新的主味，用5千支国际化标准来摆盘，每一个步骤拢相当的讲究，要互消费者相当享受。我们蜜糖这一个餐饮我们现在做的菜都是比较国际化的摆盘，当地台湾的农产品为主，小农为主的产品所以呢，你看像这些紫芦笋都是我们台湾当地小农种的，像这个芋头泥玉米泥这些所有的东西，我们都是台湾当地小农去栽种，那我们去给它引进，那就是在支持我们台湾当地的农业。现在做菜的方法呢，它所有的方法都是像法国菜的基本的这种基本的功法去延伸出来的，我们的摆盘，它是比较属于国际化的。消费者除了品尝澎湃法式料理，餐后也有用比利时乌所泡的浓缩咖啡，有参像皇家同款的享受。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